我知道你难以启齿，但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了。你应该了解闵思月的个性，她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我知道我对不起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都没有看到我妈看我的眼神。20年了，我在。 哎妈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今天张妈休息，我想给您做点好吃的。好啊。您在看什么？哎，有个古典音乐会的宣传单。哎，就是你喜欢的肖斯塔科维奇哦。真的啊？嗯。哎呀，音乐会是在你们公司的剧场演出啊，我们去看吧。哦，妈，您真的想去看啊？对了。 这个音乐会是你做主持人啊？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？我主持的时候，您坐在下面看我，我会害羞的。你个傻瓜！有哪个妈妈不想见到自己的女儿在工作中有多出众啊？你从小我让你学琴跳舞，就是要培养你这种气质。就这样决定了，你留2张音乐会的票，我跟你爸爸去看，给你捧场。好。 OK。哦，我已经出门了，应该不会堵车的。哎，你放心，不会迟到的。一会儿见啊，拜拜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你叫谁啊？我是你丢失的小女儿啊！你找我找了20年，你在昏迷之前我们已经相认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 不是的，妈妈，你还有个小女儿，你找了她20年，干什么？你看我这个疤，这是我小时候玩烟花烫的，当时你还怪姐姐没有照顾好我，你现在想起来了吗？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烟花烫伤，这不都是繁星的事吗？不是的，那是我。妈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难道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？ 我认得你了，你就是那天在医院那个女孩，不是已经叫医生赶你走了吗？你为什么又来缠着我呢？我不是你妈，妈，真的是我，你怎么就不记得我了呢？哎呀，妈，你不要再缠着我了，你再缠着我，我就报警，离开我的家。 爸啊，妈没跟你一起啊，我打她电话，她关机了。我也打了，肯定又是没电了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没电了。哎，这儿，在这儿呢。哎，妈，怎么这么久啊？音乐会都开始了。妈，你手机是不是又关机了？忘记充电了。本来不会那么慢的，就是在我出门的时候，上次来医院，那个女孩突然跑来给我看她身上的伤疤，还说她是我走失的女儿。哎，她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那里呢？
我怎么知道？哦，那我真的走失过一个女儿吗？没有啦，你别听他瞎说，好不好啊？音乐会要开始了，走吧走吧。哎，我们先进去了啊。哦，好，哎，加油啊！崔教授的身体情况恢复得不错，随着身体的恢复，崔教授的记忆也会慢慢恢复的。那就是说，我妈的身体一点点好起来，她的记忆也会跟着恢复，对吗？对的，从患者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可能性很大。那大概需要多久啊？应该不会太久，患者的情况比预想的要好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原来，命运并不是在帮助我，而是在捉弄我。幸福的时间太短暂了，我还没有尝够这幸福的滋味，就要失去了。等妈妈醒过来，她该如何恨我呢？我没有时间再等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妈，爸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好。伯母，这是一些以前你很喜欢的衣服，我拿来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我喜欢的。哎呀，萧寒啊，这个我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其实我出院之后呢，我有很多的短暂的镜头，好像记不起来了。其实连你是谁我都记不起来了，都是广国他们跟我说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以后你跟我说话，我突然间听不明白，你不要介意啊。或者有些事情可能要你提醒我一下。放心吧，伯母，有什么事儿尽管问我。好，好了，妈，都站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吃饭吧。哎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来吃饭呢给我，东西给你。走。哎，来，但是广国说我虽然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，但是性格倒是比以前更温柔了。所以说呢，现在这样子更好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吃饭吧，菜都凉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吃饭。爸说了啊，妈，在吃饭之前，我想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虽然这件事情有点突然，但是我觉得是时候了。下个月，我想跟萧寒结婚。哎呀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！早点说嘛，我多准备点菜庆祝一下嘛，是不是？虽然是非常突然，不过现在可以定下来，真的是件好事。因为我都不知道我的身体以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。我能够亲眼看到你们结婚，我就安心了。是啊，你们两个人的结合，也等于是Showtime和阳光集团的结合，两好合一好，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感到很安慰啊。哎呀，一会儿吃完饭，我们一起选个好日子。虽然现在时间真的有点赶，但是我们女儿结婚一定要风风光光的。谢谢妈。怎么在这个时候浇花啊？今天早上本来就该交的，结果忘记交了。希望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真的不想结了？不是，
我只是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？你做什么事情，不是也没有跟我商量吗？你是在说4月的事情？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如果想法是一致的，谁说有什么分别呢？你是不是真的想清楚了？你呢？是因为不确定所以犹豫了吗？当然不是犹豫了，只是觉得这个决定太突然了。的确，说突然是挺突然的，说不突然，其实也是个最好的时候。我跟我妈的关系你是知道的，她难得这么爱我，这么关注我，我真的希望婚礼可以得到她的祝福。结婚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因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，所以这也是最好的时候。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吧。按黄历上讲呢，下个月的28号是个好日子，不如我们就定28号好了。给你看看。我看看，我看行，就这一天，挺好。妈，其实哪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好日子，只要有妈和爸的祝福，我看要不然就这2周吧，因为越快办，越快了了爸妈的心事嘛。也行，啊，虽然我们不舍得，但是我们不能耽误你的终身大事啊！啊，繁星啊，妈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你的婚礼是什么样的？我就一直在想，啊，粉红色的、白色的，还是天蓝色的？我一定让我的女儿可以漂漂亮亮的，像个公主一样，嫁给一个爱她的人。这就是当妈的最开心的事。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你最想要什么样的婚礼？只要你想要的，我一定会满足你。我只要一个有妈妈出席、有妈妈祝福的，那样的婚礼就是我一辈子最开心、最幸福的。是孩子，爸爸妈妈都会祝福你的。谢谢爸。其实，妈妈真的很不舍得把你嫁出去。你虽然嫁出去了，但是妈妈的心永远都不会和你分开，知道吗？哎，妈妈其实一早就买了一份礼物，给你结婚用的。我拿给你看，等我一下啊。爸，我这样说是不是很自私啊？我真的很想当妈妈心中唯一的女儿，真的。繁星啊，相信爸爸，你一定会得到你想得到的幸福的。繁星啊，妈，你看一下，这个礼物在你小的时候我就买给你，准备你结婚用的，你看喜不喜欢？它是全世界最闪亮的钻石做的繁星项链，喜欢吗？戴上看看。哎呀，今天太晚了，让繁星早点休息吧。回头抽时间带上，给你妈妈看看。那好吧，
但是你一定要带给我看哦。海星，快点过来，妈妈买了礼物给你。海星，快过来，看妈妈买了什么给你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快让我看看！快让我看看！这个呢，就是用世界上最闪亮的钻石做的繁星项链。你看，是妈妈送给我最爱的小繁星的。你看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占用大家1分钟时间，我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宣布。What's up？ 希望大家在下个月10号之前把手头上的工作全部都安排好，因为下个月10号，我和萧寒要举行婚礼。但是我们现在工作这么忙，这个婚礼筹备的事情，我们要……我来帮忙筹备。思月，喂，你放开我！疯了吧你？我疯了？是你疯了吧？你觉得你现在结婚合适吗？合适？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合适的了。我妈要是清醒过来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现在是她眼睛里面唯一的那个女儿。我原本以为上帝把我幸福的门关起来了，但是我发现他现在给我开了一扇窗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扇窗什么时候关上，但是我是不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呢？老天爷在帮你关门的时候夹了你脑袋，是不是？你是为你妈结婚的吗？你要拿你一辈子的幸福来换你妈妈虚假的微笑吗？不是虚假的，他很认真的看着我，他很温柔的看着我，是真的。对，他是冲你笑，但你心里最清楚，他眼里是不是你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管他眼里看到的是谁，他现在给的爱就是给我的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求了这么多年，我现在终于好不容易得到了。这种感觉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所以这个婚礼，只要有我妈妈的祝福，我就很满足，很满足了。我也跟你说过，等到婚礼结束，我会把该还给思月的全部还给她。叶繁星，你的婚礼就不能纯粹一点是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妈妈恢复记忆以后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你剩下一个不爱你的妈妈，和一个不够爱你的男人。你为什么说他不够爱我？那你爱他吗？我爱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你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好久没打一架了？服不服？不服，再来。打不过，不打了。终于肯服输了。要是我早点遇到叶繁星，我绝对不会输给你。只可惜我们的人生没有假设。你的心意我都懂了。她是我的女人，我自己照顾。要是你不好好对叶繁星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喂，10号那天你们那边能空出喜宴大厅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这样帮他们订酒店，是不是因为脑子回路是平的？你一点都不伤心吗？我有什么好伤心的？4月啊，萧寒哥，你要出去啊？那我晚点来。没关系，进来吧。这是最近流行的几款喜糖盒，你看看喜欢哪一款，我好回去装糖。哦，还有，这几家婚庆公司口碑不错，这家呢是偏西式，但是不知道崔教授喜不喜欢。这一家偏中式，但是我觉得太死板了。你看看你喜欢哪一个，
我回去帮你选。思月，这件事情我有专人来处理。小汉哥，你的尺码我已经告诉李组长了，你明天可以直接去试衣服。我还有很多请柬没写，我先走了。哎。 孩子，感情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勉强的。既然他不喜欢你，那你就离开他。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起来了，妈给你做饭去。妈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咱们娘俩之间还谈什么对不起呀？这段时间，我一直顾着跟我亲妈之间解除误会，却忽略了你。净说傻话。既然人家那边不想让咱们参与人家的生活，那咱们就早点离开这里。去英国，过咱们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做饭去。
肖总和叶小姐郎才女貌，真是天生一对儿哦。啊，叶小姐，我去记一下微调后的尺寸。谢谢。谢谢。来，看看。真美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镜子里面的这个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，你还会爱他吗？我们都不完美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现在希望的是，在未来的每一天，都有你陪着我。喂，副夏，繁星姐的婚礼你有什么祝福呢？无聊。哇，摆什么臭屁脸呢？小飞，到你了。那我一定要讲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？啊，那我先关机了。半个小时，留到你自己婚礼再说吧。哎，我可以自己录啊。不用，谢谢。今天是我最好的姐姐叶繁星的婚礼，虽然我不能到场，但是无论我在哪里，都会送上我的祝福。繁星姐，祝你跟萧寒哥幸福一辈子。繁星姐，你找我？听说我的婚礼你不来参加了，之前也没听你提起过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，我们俩决定。4月，你回来了，票买了吗？嗯。繁星姐让我参加完她的婚礼再走。那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尽快走，越快越好。哎，阿姨，阿姨这么晚您怎么来了？这么晚，你不是也没休息吗？哎，每天都这样。来坐。哎，繁星，上次给你做的那个巧克力蛋糕，我听说你也没吃，这次我又重新给你做了一个，这个是婚礼蛋糕，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阿姨是这样的，我是从来不吃巧克力蛋糕的。当然了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谢谢阿姨。你不爱吃巧克力呀？4月最喜欢吃巧克力了，我以为你也很喜欢吃，
我还在上面撒了很多的巧克力粉。要不这样，我重新再给你做一个。不用了，我偶尔也吃一点。哦，你很忙吧？啊？那这样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阿姨啊，我的婚礼您跟4月会一起来吧？4月，帮妈把这个也带着吧。带这个干嘛呀？这么沉，箱子放不下。这可是繁星送给妈妈的，妈妈舍不得。我到那边再给你买新的吗？哎，你那个也不带了？不带了。那，你还想不想再见一见崔教授？越快走越好。喂， 4月姐，你赶快来救我！我快被简一哥给打死了！一柔，你在哪儿？我在仓库，这里是淮海路7号仓库，救我！我马上去。哎，4月，你去哪儿啊？一柔，打电话呢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。再打电话吧。打给谁呀？打给谁呀？说，打电话给谁？哦，原来这就是你找的帮手啊！给我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收场了吗？跟我走。我走了。滚吧。走啊！我真的走了。走。等一下。
把钥匙留下。啊！把钥匙给他！把钥匙给他！难道你还要留下来跟这种人渣结婚生孩子吗？姐，我还是不要走好了。仔细想想，简一哥其实没那么坏，他只是欠了一点钱，有钱的时候对我也挺好的。要怪，就怪那个叶繁星吧。这跟繁星姐有什么关系啊？要是他给简一哥钱，这一切不就没事了吗？繁星姐为什么要给他钱？谁叫他干出那种见不得人的坏事情啊？要滚就滚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姐，快跟我一起走！我不要走！走！走！简一哥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你从哪来的？这和你没关系。快告诉我！快告诉我！姐，那张照片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！照片上这个孩子，应该是我。是你？这个是我，这个是繁星姐。哎呀，这么大呀，还行啊啊！哎，你看那边，布置得很精致啊。满意吗？啊？你们喜欢就好啊。我看还行啊。哎，你看那个台子很有特点呀，很漂亮。哦，那很漂亮的。喜欢，很喜欢。我觉得布置的还不错，你喜欢吗？还行。虽然时间很仓促，但是做得很好。嗯，妈喜欢就好了。哎，摄影师，你在正好，可以帮我们一家拍一张全家福吗？哎，这边，来。来。哎，你怎么不动啊？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。来。哎，就站这儿吧，这儿好。来啊！我给你看看，怎么样？啊？我这样是不是挺精神的啊？哎，这么好的日子，高兴一点嘛。好了，好，看镜头。好，1、2、3。如果我告诉你事情的真相，你愿意和我成为战友吗？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20年前的一天，我在游乐场正好碰到你们两个。可更巧的是，那一天和叶家报警丢失孩子是同一天。
我看到他把你丢在旋转木马上，自己一个人走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在以后的丢失报道和寻人启事当中，根本就没有提到游乐场这个地方，只是说孩子是在家附近丢的。我记得那天在游乐场，周围人很多，很吵。我坐在旋转木马上，姐姐在一边看着我，然后一转眼，她就不见了。叶繁星根本就没有把游乐场这件事情告诉别人，他这么做，是不是为了要隐藏什么呀？你怎么会认识那个时候的叶繁星？我和他是福利院的同学。福利院？她不是我亲姐姐吗？搞笑！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同样吃百家饭。才能取代他？我想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。的菜单需要您看一下。哦，好的。老婆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怎么了，最近呢，经常觉得头疼。你呀，你这是累的，知道吗？你就是爱操心。那我不应该操心吗？爸，你要不要带妈去休息室休息一下？走吧，那儿有休息室，坐一会儿吧。走吧。那我们先去了。妈，我一会儿过去啊。叶小姐，叶小姐，叶小姐，这些都没问题吧？就这样。繁星姐，繁星姐，我问你一件事。啊，我现在在忙。你是不是故意把我丢了？菜单就这样印吗？有什么话你说吧。你是不是故意丢的我？如果不是，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爸妈当年游乐场的事？思月，
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记得你说的那件事情了。是不记得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记得？繁星姐，你告诉我实话，你是不是故意丢的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那个时候那么小，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游乐场。好，就算你那个时候是一时糊涂，那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肯说？为什么到现在你都不肯承认你的错误？思月，你在哪里听到这些东西的？是谁告诉你的？你跟我说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为什么你到现在还隐瞒真相？你为什么不告诉爸妈我就是你的妹妹？难道你害怕别人知道你是养女？你是不是想做爸爸妈妈唯一的女儿，才故意丢的我？如果你现在承认的话，我可以原谅你，因为是你，所以我可以原谅。思月，我没有，所以你还是选择继续隐瞒，对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妈，没事，我们回休息间休息吧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三番四次来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这里是办喜事的地方，麻烦你不要来这里闹事，好不好？妈，算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在为你一个女儿的婚礼而开心的时候，你的另一个女儿还流落在外。思月，我告诉你，不论你跟我说什么，我都不会相信的。我的宝贝女儿就是繁星。现在我的宝贝女儿就要结婚了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在婚礼上面闹出什么事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妈，我们别说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给我记住。思月，思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蓉蓉出什么事了？你别吓唬我呀！妈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是叶繁星把我扔了。思月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，不再提那家的事了吗？妈，你明不明白？叶繁星是叶家的养女，是她阻碍我回家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我碰到她福利院的同学了，她亲眼看到叶繁星把我丢在游乐场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她骗了我。他骗了我，也许叶繁星他
他有他的苦衷，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呢。不是故意的，为什么现在阻拦我回家？20年了，我跟我的亲生父母相隔了20年，相见不相识，都是因为他。他抢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为什么做这一切的人是叶繁星？为什么是我最喜欢的叶繁星？四月，你别想太多了。你也想想叶繁星对你的好。妈，如果你最信赖的人背叛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是别人，我可以打他、骂他、报复他，可他是叶繁星，是我最看重、最信赖的叶繁星，我该怎么办，妈？四月，你听妈妈说，叶繁星也许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恨他，他对你的好你也是知道的。这样，你现在就去睡觉，等你睡醒了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我们不再掺和这里面的事情，好吗？好不好？我就会让你回家。请再给我最后一点时间，让我带着妈妈的祝福，完成这个婚礼。四月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好好的，怎么烧得这么严重啊？四月，你这不是自己在折磨自己吗？四月。是妈妈对不起你，走，妈妈陪你到医院去，啊，来，四月，你就吃一口吧，你这不吃不喝的，你这是在戳妈的心呐。好，不吃啊！你不吃，妈也不吃，妈陪着你。你就跟妈说说话行不行啊？什么话都憋在肚子里，会憋出病的。你就算在妈怀里大哭一场也好啊。妈。
阿姨，岁月她怎么了？怎么会住到医院来啊？这个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自从见了那个叫简易的人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又是简易，他竟然一直这样到处煽风点火。阿姨，你帮我照顾好思月。妈的乖宝宝，不要哭啊！简易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你这个混蛋到底对思月说了什么？开门！我听到声音了，开门！我也是怕他会伤害你吗？我才……简易哥，警察会不会来找我？等叶繁星的事真相公布于天下的时候，谁还顾得上我们两个？我想毁了叶繁星，谁都拦不住。简易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不就是嫉妒他取代你进叶家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能有今天靠的不是运气，这些全都是他一步一步努力得来的。我和繁星以前都是生活在泥潭里的，他要上天堂，我也得去。我要是下地狱，也得带着他。你真是疯了，简易！你这到底是什么混蛋逻辑啊？你居然把自己的不幸全归咎于叶繁星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他下了地狱，你也一样上不了天堂的。你醒醒吧，简易！你不要再纠结于过去，你活着向前看吧。我就是为了要向前看，才把叶繁星打回原形啊！要不然，繁星就要一直装作是有钱人的孩子，还要跟那个萧寒结婚，可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，好吗？这样的繁星该有多痛苦？难道我不该帮着他解脱吗？只有当他失去了一切，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。而且，当全天下人都知道真相的时候，一定会厌恶他、唾弃他。而这个时候，只有我依然会一心一意地爱着他。他自然也会明白，只有和我在一起，才是最合适的。喂，繁星，萧寒，副下有没有去上班？没有啊，
他2天都没来了，是不是生病了？这么说，他没有跟你联系了？对啊，他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没什么，前2天我教训他了。打他？你打他？好吧，那他如果回来，让他打电话给我。就这样。那立刻回家。吃饭。简易呢？我要和他谈一谈。我劝你还是省省吧。简一哥这个人决定好的事情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吃啊！你绑着我怎么吃啊？你要我解开你？你当我傻啊？我真的解开你，简一哥会把我给杀了。我喂你吧。你当我傻啊？我自己去。哇！你干什么？你给我坐回去！你坐回去！你坐回去！你不傻，你是蠢。我好了。哎，叶机器，哎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你不能跟他结婚，婚礼必须取消。喂，干嘛一回来就发疯啊？亲爱的，嘉宾已经到了。哦，我要去直播了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。副夏，你这么做有意义吗？宁拆10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你不会懂的。为什么姐姐不要我，妈妈不让我？
喂，你是叶广国吗？我是叶广国，你是哪位啊？你的一位老朋友。老朋友？你想知道你失踪女儿的下落吗？今天中午，阳光百货楼下等你。你是骗子吧？我不仅知道你亲生女儿的下落，我还知道你家那个女儿的真实身份。她并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而是20年前你从福利院领养来的孩子。她的真实身份，连你的老婆都不知道，对吗？喂，你到底是谁啊？见面再说吧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用了最好的医疗手段，但是伤者的伤势实在太重了。你有什么话，趁现在说吧。妈，思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您，我没有听您的话，我没有照顾好您。思月，银行卡的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不要说这个，不要说这个。记住，记住，妈才放心。要记住。我记住了，妈。妈这一辈子一念之差，做错了一件事，上天让我们母女分离了20多年。我不得善终，我不能把这件事情带到坟墓里。我必须要告诉你真相。你的父母就在蓝海，他们就是叶广国和崔凤平。你怎么那么肯定？因为我的女儿也在蓝海，她就是范希。是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是说你的女儿已经在火灾中死了吗？没有，当时我没有把她
不能让他过幸福的生活，就让他当我已经死了吧。只要他能幸福就好。谁知道后来崔凤萍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是你。在你出生以后，崔凤萍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你的身上。若曦，若曦，若曦太委屈了。你们不等我啦？妈，我等你。来。上车喽！妈，今天我和你出去，熊我就不带了吧？哎，等等，今天你想带什么就带什么，不要留下。嗯，好。就能把我丢了吗？原来这一切的事情你都知道。哎，小妹妹，小妹妹，我知道你家在哪里哟，我们去找好不好？走，我带你去找爸爸妈妈，好不好啊？是的，是的，听话，乖，这是回家的路，乖，是的，叔叔马上带你回去找妈妈，好不好啊？乖。哎，这个是你家孩子吗？小朋友，你认得这个叔叔吗？小朋友，别闹了，乖啊！哎呦，你看车来了，哎，乖乖乖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哎呦！小朋友，危险！哎，别跑！当年把你捡回来以后，等你醒了，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就把你带回了闽秋霞的老家。后来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。原来带走我的人是你。这20多年来，你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找我，却一直不让我回家。对不起。